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till。點解有啲人一路俾人否定，反而行得更加遠呢？今日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：如果有一日大家做緊嘅嘢唔係俾人話慢，唔係俾人話未 ready，而係俾所有人一致話係做錯，話唔啱，無論係老師又好，公司又好，大家都話你做錯晒，唔啱。但係我哋個心入邊其實好清楚，我哋唔係亂嚟，我哋只不過行緊一條未有人行嘅路。今日呢個人一生都係活喺呢個咁嘅狀態入邊。佢叫本田忠一郎，康達蘇熱之咯。本田忠一郎，佢讀書唔叻，考試仲好差，喺一個現實社會入邊，佢應該好早俾人標籤係唔掂嗰一種人。佢好中意引擎，唔係普通中意嗰種，佢係會落手去拆、去試、去改裝，就算整到成身污糟晒、失敗咗，再整過，佢都唔介意。個問題係當時好多公司都唔需要，正規公司覺得佢唔夠專業。而專家話佢嘅設計係唔合乎規格。大家可以代入佢個角度諗下，當時大家好努力係咁做，係咁練習，明明唔係懶唔係 hea，但係用盡晒所有方法去換咗一句說話，就係你唔得，我哋唔會用你嘅嘢。而呢種俾人否定嘅唔係一次，係好多次好多次。好多人到咗呢度會選擇放棄或者懷疑自己，但係佢冇，佢不但止冇變得話更加圓滑，講嘢去討好人哋。佢只係更加越嚟越清楚一件事：如果我而家放棄，就永遠連證明自己嘅機會都冇。失敗嘅唔止係一次，而係反覆，可以話係日常。本田忠一郎第一間工廠喺戰爭入邊被炸毀咗，第二次重建嘅時候又遇上地震，成間工廠再一次冇晒。你諗下當時嘅年代，冇投資人，冇好多人去支持佢，但係佢冇放棄，佢淨係講咗一句：再嚟一次。其實嗰一次嘅失敗可以話係本田忠一郎嘅 all in，因為如果嗰一次佢再失敗，係會真係歸零，冇晒資金，因為設備已經冇晒，基本上生活都已經好成問題。其實當時佢係有得揀嘅，佢有得揀停啊、認命或者放棄，但係佢冇，佢選擇咗用另外一條路去繼續咁行落去。本田忠一郎，而佢冇再執着喺間工廠度，而係將自己對引擎嘅知識理解去拆開整理，然後再交俾人哋用。佢咁樣唔係為咗翻身，而係為咗自己唔停。因為佢嘅唔甘心、唔服氣，佢慢慢將呢件事轉化成系統。當時嘅佢開始成日問自己，唔係問自己可唔可以做到，而係問點樣先可以令到一班人一齊做到呢件事。因為佢已經試過失敗好多次，亦都曾經試過淨係靠自己會去到最後咩都做唔到，會輸得好徹底。所以佢開始製造咗個系統，加入咗個流程，開始將經驗寫成一啲標準。引擎唔再係天才嘅玩具，而係可以大量生產，可以交到去其他人手上嘅工具。到咗呢一刻，本田忠一郎唔係為咗打敗其他對手，而係為咗贏過時間。成功並唔係好似大家想象嗰一種。本田忠一郎喺成功之後冇變咗一個好乖巧嘅企業家，佢仍然係同人相處好難，仍然經常頂撞人。佢更加唔相信乜嘢權威，但係有一樣嘢佢已經改變咗，公司唔再靠佢自己一個人支撐住，有系統可以幫佢運作，而呢個先係真正嘅自由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問大家，我哋而家做緊嘅嘢有冇俾人否定緊？而到底係咪真係錯呢？定係只不過未有一個系統可以幫我哋想做嘅嘢延續落去？本田忠一郎佢一世都唔中意跟住人哋行，唔想行人哋行過嘅路，但係佢做到一件好重要嘅事，就係將一個冇人相信嘅人變成一個冇人可以忽視嘅系統。我相信大家如果想做自己做到嘅嘢，熱情同理念當然好緊要，然後將習慣變成系統，再加入管理，我相信大家行落去都會行得輕鬆啲。如果大家中意今集嘅，麻煩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個頻道啊，因為你哋嘅支持對我嘅創作真係好重要。呢度係福利人生，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